方的答案。嗯。有钱无地位，嗯。有没有谁需要？好，来，这个小很对，来，包给你了，包给你们。好，那你来看好你多少？哦，天险。哎，要上。看好印上了啊。要上千零。来，干嘛？有人上千零。嘉哥，我问，对不刚刚三宝道运探讨。哦，赞。有人知道吗？哦。这不那有钱无地位啊。好。来，上回耳朵三本。哦，赞。记得。记得。来。哦，赞。有共上课。哦。上课没有？哦。来，我今天我不聊。好，那看好印上了啊。OK 吗？来，谁呀？来。哦，他们。还有谁要？来。哇，赞。来。好学。有共上课。那你看好了，印上了啊。来进入咱本地三角形。这三步就是点样的出来你的新闻？因为心内底有道理啊。你若带无去，你就无能法律。拢讲话不入心，你也才能告诉说，哎，你话不入心，我快讲嘛。不是干那你管天都有三步新闻了，真的啊。道教要成为一个仙，要成为你的本人，你要修行，慢慢修，就是三步。佛教变心变成万能规，安尼能进入什么？儒教尊心永性是相关的，带来进入好的。基督教思想仪式，目的清明带来进入。佛教根心定性诚心论，所以要想的成仙观，要进入天道，要进入这好的，进入的生活，这个是无共款啊。圣者有三宝心口，切求成佛，舍物成道，世子不如超人。三不成佛，但是这触觉超啊，难听着。伊知影三不成佛，叫做骗佛。妄想。一只蛇大，伊若大到三不成佛，叫做成佛。一个数字凡不属主，伊若大到咱超人。所以你要看新闻人讲是，凡不属主的人，他在狂老就是一个什么？你讲比，你这咋的？对不对？他是一切事物不是大的、小的，都是无形都在动。都是他的动。我给你那钞票，要 copy 哦，咱两块生日另外 copy。我都要抄钞票。有形的叫做什么？有形体，看会到，那个是。但是咱若看袂到的，道理对。我听你讲开。伊我这个手的顶头就倒啊，伊我目睭才看唔到，你有看到无？你有看到新闻无？无形的交心。我以为物件就一个新闻，伊过来你变成一个树下变成你目睭啊，这个物件伊看嘛，变变有看心态。对不对？正可以虽远邪道，不修心法，其实是。你心叫你哪个？你哪想到可能？你就是想想，你就是贪污做大，你就无法度进入本地。唔是讲台南帮那个谁，因
想东人喺公家里，这是你等待的什么？你行就甲旁门左道。哦，洪老师，老师讲，谁大，啊，都不顺了。那不懂。哦，虽然谁大不是出现禁止为，哦，哎，我看到这里的不在呢。哦，甚至真理不能说岁数不能经验的来，这些到底今天有问题？你要把经理另外是别的，不用是别的经理。哦，万川天天有个一个，所以咱人民的第一，你啥人啊？伊是金融的，你还不讲要讲参考的，哎呀，这性格应该，所以是讲你做搞的，你捌做这，你一定去讲的。哦，你要他们别人和我别你得对自己的文化要说。跟刚才的好像黄广柱，在马上他底下外国委员他是政府，马上要比较出了。哦，你这个讲完，你这就是他讲，他是专家，甚至你给他对大家打的。哦。哦，甚至这点年轻天下，只因主办过程嘛，本经每件繁荣咯，我的心嘛就刚刚，咱这个人性你再来，你听听来哦。老爸老二是谁？咱这辛苦呀，我同你先讲，我同你先讲，我做人啦，啊，但是人之初还是有风险。你要看后日天真活泼，人看人来，但是到大人去，对个，是因主观造成的。因为你就是一点都不明，你要小心啊，为了安全。你今仔去想要转无？8个年了，咱就叫人念了，都挂着返璞归真，返璞归真，有返璞无？有归真无？无啊！这返璞归真的，没人去干，啊，对不对？我的心法得让你的心法，哪个我的？越得让得让来，我轻版的想出比如。我做红英文，不显分析，打发不约，有数组分析、电子分析，这边就不偏。比较高。我做鼓励呢，唔在这分析，你学话就话都过来，是吧？他嘛学别，别把事情话你跟他讲，别个人我讲我领导是老弟所谈的。哦，所以。他说那个助大无能，危险人的。记得我上面不难了，想家的，你说不要再跟人跟你了。本来这个还在分行的，在分的跟干，跟我当然认。哦，所以呢，他就没有分析，没有电子没有分析，练习。如果他练个性，他会干。个性的概念，分析不能不变。分析未来呢，大概哪边呢？哪一天的分析，你得看。你需要在哪里拿来？你拿着天你的老师，你也想去天刷了，你让你给不刷了，你也让在应该刷了，还能不了不多的不能不能。大概那个人嘛，心法来监管机调，不知心法不愿监管机制。你若唔知心法要进入三种传途径，你可以说起来。这三天你哪怕背起来就会认得到，
金光长迄三年啊，话你拢做唔得，那你若唔话，你就变成咱变成一种啥事？回到死就在位置，所以个人进步就对了，你讲进步金光哦，策不兴华，七道兴华，兴则顺，死则安，心求贵人不必长期贵人，微心微险无福，比人远。你能去到什么？咱今后才能够把好看出来。我讲唔难什么？在世为人，不比天灾，不比人难。我们老祖咱那个被上单，被个3年里，哪一件事情做？咱国中华民国要这个台湾，国民政府呢，这是咱专机叫防务退孙啊，广州人，伊大家他们会，要回台湾。伊讲这就是咱中华民国人民，这就是咱中华民国顶这个顶的这个人物啊，这是咱中华民国。所以讲，书记他讲说嘛，这天不兴重义，反动义重要。你要跟人家公劳主义呢，信实而安。你要讲公劳主义安了，咱事业安全啊，咱事业平台更重视，咱的事业比较重要。公路网络啊，去到人呢，都一样，一个大应该好好跟，这事业就给你做啦，哦，对对。这事业这个人变了观察，那我叫阮那囝，你叫我再我再去上物件，啊，你拄着，咱办错事，我应该讲，爸爸，你若我什么物件开下来啊？我讲有了，你看卖无变。哦，你个事业出了问题，讲老二十事业成就慢慢变变，甚至心贵，不必长期贵，这个就是真正贵人啊！你要我这个。一个英雄有泪不轻弹，因最高上面说，因是我觉得，也并不想来变大，然后大家买个安怎，哦，贵前的中产、董事长，拢为了弄着他嘞，咱人嘛去拄着危险，只靠不进来，为了。为就是讲你用心用心，去我讲有了，宝贝，安尼有了。啊，微心微险，无负有，就讲到我所看见的。干回时呢，78来，111年，咱家己我父亲是干回的出身。伊细汉，干回细汉要从事业务，要上大咧有路打，无安那讲有先天拍拼，做电大当医师。我也家家子孙，孔子、曾子、颜回、孟子，因的出身各点到大家没明白的个，台湾他毕业的这事业性的出身，爱讲没有办法毕业，哪有办法呢？大家做个医生，而且就是个人，胜者言，花言巧语，引人入胜，如同因引火，三不学问因引昏，你哪还听懂？哦，别甲咱保养的是人前握握手，人后下无手。
的时候，迄就是你老师天经地义。三宝心嘛，带你入去机会，又带你入去纪念事情。哦，胜者世间财富，技能、技术、更技术。凡汝所爱的是啥？财富。一个君主所爱的是有原因，一个圣人所爱的是智慧方面。所以世间的财富，会当互你起好厝、徛好、穿好、做健康，但是你若咧破病，我讲无，我能救你生活，不可能啊，是不是？你讲我钱我总无来啊，你打这个感冒头啊条，唯有三宝心法中，特别天王彼得心安，开发此性是智慧良知良人，令我者不如离苦得乐。你的自性对面若开，你良知用知用人。你怎无都袂记？所以咱若身体练，身体练得好，就是要当迄个变境袂记。无，啊，袂认真去做啊。小可人拍者手，话你咧感冒；小可人目睭红，你目睭也传染着。你就是你的免疫力强，叫啊，你都要训练身体啊，是毋是？咱身体就随时要来开班，要是要看经典，就是看外无袂记，叫心无会先。你看外无外厉害，袂记啊。你看心无偌济，产生就个当死。哦，就近表头生，技术人，这个救我，要他谁死啊？你的性本身就是没死啊。返璞归真，心就不真，回头未好，恶行未好，安尼才是真正好啦。哦，圣人追求的是用良田万顷，豪宅天家，家财万贯，富二代、官二代、县三代。啊，各家追求是丰盛，这个丰盛不但你若对人家，对啊，你们就对啊，你爱啥就啥，家己学啊，上天高个上人是上大，知影两个手，来，是上大，哦，对对对，两个上，太厉害了，咱镜头啊上大，下镜头啊上大，但咱拢无去开分。哦，咱拢无去甲开分，拢甲放伫倒去，拢甲放火煮食，拢甲放真干烂。所以上天上咱是上高，上讲无上的多。小指甲，小指甲，20指。但是你咧打打手，无打打打手都不舒服啊。20甲。所以咱这个风俗不能做，所以双手双脚。好，三宝心的得道集团，你在天天做出的真正的，所以中华民国讲，咱国父咱知影，是在外国人的意向清清问咱人做机会的世界四大古龙面，当然恁中华民国里面，恁有个台湾人啊，伊讲阮中华民国哪会咧？阮是中的全世界上爱管的人，管袂离奇啊！伊讲阮中华民国是优良的得套，伊讲啥物叫优良的得套？尧舜禹汤周公孔子孟子，伊讲啊有出有啊，你著读个三国个三明治就来讲，到名字都传先龙的。伊讲阮这台得套是阮先进，是毋是？历代天民做出传来这两个都有传的，是毋是？五祖对六祖讲三讲。三家就会大细个谈，创两友个，嘛是甲讲这人，后生讲阮啊，所以咱的春节上天非常慈悲的，今日毋知影你个天台地台三阳开台哦，这个时期就天三阳开台哦，你路啊逐根树啊头都插背哦，哦，是毋是？所以你讲习惯两年多少？
习惯的支持也少，何谓习惯？习，咱的人基础成本先咯，咱出世来就先着配合先咯，因为你一念的意念都无明，所以学会被靠良心在咱放下做得了，结果咱这个习惯好歹。那从个心里面打造来告白哦，你的习惯要谁摆的哦？这个摆的才能按良心判断哦。无信，我无记得讲，回过了，回转礼平同是为英文三平嗰啲就修身合法eight位是，是唔是安尼讲呢？推考来告诉人，跟你个人讲。咱爱甲故乡话呢，回转礼平不存的哦，你若等于对无？你知影无？你阿妈王爷公妈祖妈祖，伊个就是尔，过年过节第一个电铃，去抽签去拜拜，有无？迄神了无？有啊。后日咱等西方这个神话，英文三句好听的，修身合法eight位是，咱若要修得平安团圆来，咱3800天兵军团属于金主有三个贵天兵、贵天必姓名。你这个君主一定要三代你了解。你知道天兵是啥概念？你的名字在哪？啊，知贵代言，贵代言就是贵的大人。大人咱讲的若无信，就愈来愈老不信嘞。是得道的人，认真的贵代，有迄是用的。姓名是，姓名啊，甲你定安尼，你就是安尼。所以孔老夫子咧做春秋，春秋做要断情绝子气。你若靠上做歹囝，我甲你定于春秋咧，你万千千万万来得死个。所以孔老夫子不敌用不为人师。你怎么来你姓名才会得个？你怎么来？你认为你是新闻而来，是不是？你是你了完而来，你拢无使命，你要来咱这本事，所以叫做为民为事事主，名声也是。你唔来出血中之上，你就有可能你是要基础，你要基础啊，是不是？应该想出办。一看回头前花本性简单，但是还要有所印证，否则是对。应该想出因你话规模间，大家讲我心自决定。你个地用产，我若要种啥就要生啥，要种你就好，种上先就种上，要种啥就。但是你哪能爱做引擎？哪能爱讲呢？我心快乐好啊，心快乐就袂当变西方。你这个天门都无开啊！你讲我白墙啊，我问白猪啊，我问你讲，对不对？你种起来拢是天公啊，唔是去太阳放在那嘛？你种它了，你落点，你就无了啊！三不行为，言淡以风，妙道西贤，历史了解，不可思议，祭祖诸侯无量的红。祭祖诸侯无量的妙力，三不行吗？自古书中书啊，天下咱的福性，拢从天下咱的办法来浓缩，虽然今日讲的拢是来浓缩的，安尼较简单啦，你讲咱等落时间当做生命啊，你有几个人我算我识得几个人，是不是？咱讲的70几岁食，就是多等一个月；80岁食，一个月等一个月；你若90岁食，就是等一个。人生70来思考，人生70，我
关系啊，经10天，唔捌代志啊，后世袂衰老，中间50天咯，一看咧困着，困咯，安尼欠你人生有几？人生剩25年呢，25年你甲算算，你真正落来后边啊，一礼拜内面，一个月内面，你唔等你就叫袂出来，那个啊，咱就面对差不多，人这个讲，一单过来，你面对这班人，安尼先到去啦。你后天人你甲几句只用关，看人拢你偏到，你安尼面啊，老三几个讲，你都无功课，你都拢无大人，你即种卡你要大家留分，这外国人你都知。咱后生甲过上去呆呆读册，后期呆呆好体啊，伊家己唔捌读，你做爸爸妈妈，我相信唔捌使教这个仔。当然唔可以对，我叫做呆呆好体啊，建设的，你甲人求道咧，上天就上你遐个资源咧，哦，所以自古以来历代天人是先不先，一个必须有三宝，千里方面是万里不高，历尽千辛万苦，历尽千磨，可了，他才是他才关键。伊遐个尊贵的公主都在做，世尊有遐公主头在做伊唔做，平安皇帝平安什么？就是啥？就是我分王权咧，所以离婚他讲，议会就合，先议会一枪，议会起就是先离婚方针。你们知影天下哦，上下左右东西南。你们知影天下代志，你们一枪，一枪。天地大天平，你晓得？你有300多个人，300多个人，为了信念的事情。一个单位，我老单位你去参加哪个人面？是管了一个面部啊，甲面部咧商量，单位甲面部是差哪？这个面部甲讲，伊甲买3000块，320啊。咱个面部讲这323，323，咱们甲讲伊唔对啦，320我是这最丰盛的，伊来咧打，伊讲你算啥算哪噻？所以从老鼠咧讲话，我一听来就我昨天，伊讲我来收拾，伊讲那320免个，我这里头，那323，我跟我啊，我记得我啊，哦，那个欢喜同情，早点见老师，伊洪老师，洪老师就听着，好几个人在讲，啊，今仔单日10块钱那样子。咱老师学，阮老师学老翻天了呢。你自细汉就感觉320，你即摆讲323，伊不会用个，用个较早就做做个。洪老师知影伊去啥？伊讲等下，老师我要请假，我要等下。伊讲会使，你若要等下进行什么？好好。老师啊，交代2句话。你若要等下这2句叫做千年多求莫成真，千年古树莫成真。你若无法度的一个青年，我就立马批评了。杀人不明不放手。你若要杀人，就讲你若无法度，你怎么赞美？安尼，等于这个应该报道，公变成公平的。再大个就是。我在市场前面，我人家这种很方便。啊，就是人讲话，我讲嘞，我不是很多人讲就说，都是拿方便钱，我出来，我跟你讲，别个话，我你讲讲的，起码都去讲。现在等于到人厝咧，我喺房间内底，只要回来在打门。哦，基本上他在韩国人拢，而且人拢有见啊，对吧？啊。你强甲甲要甲占落啊！
相干部的，老师们，各个在英文部好像就有三个线。啊，老师你若知影讲要用几落雨啊？我哪知呢？你咧等着，到做什么过来啊？